今日嚟到寶林嘅怡心苑，屋主希望打造簡約實用嘅家居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503尺嘅全屋裝修案例。入嚟可以見到係換咗一扇深色沉穩嘅入戶大門嘅，再過嚟係我哋嘅鞋櫃同埋到頂嘅 L 型 C 字櫃，轉角位做咗圓戶設計，鏤空位置尺寸都做得啱啱好，非常企理。全屋翻新，地面換咗淺灰色鋪磚。再帶大家睇下我哋設計嘅廚房，地櫃跟翻地面配色，挑選咗深色嘅門板，咁台面就相應用白色石英石，顯得乾淨易打理。底部收納拉籃都非常實用，廚房啲嘢唔使亂擺。吊櫃揀呢隻色，主要都係因為淺色會顯得空間闊落。廚房關鍵都係要對好電器尺寸，確保各功能電器完美使用。呢邊主人房，下面我哋係做咗地台床，兩邊做翻到頂衣櫃，可以見到我哋師傅嘅手工都係 very good 嘅。咁呢邊呢間睡房入嚟右手邊就係一張組合嘅上格床，連住過嚟係一張書台，預留走線收納位，下面係一個超大衣櫃，唔同季節嘅各種衣物都可以放得落。洗手間都係同樣一個配色，非常乾淨企理。台上盤、鏡櫃使用起身都係非常舒適。咁樣一個503尺嘅全屋裝修案例，你覺得點樣？有裝修需求嘅屋主可以 PM 我哋，免費查詢報價。